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整一個酥皮海鮮蔬菜湯。蔬菜湯呢，我會介紹呢款有機胡蘿蔔芫茜湯，成分非常之簡單，胡蘿蔔、洋蔥、少量木薯粉，再加少少海鹽同埋香料，絕對冇防腐劑同埋添加劑，英國製造，味道清甜，好易入口。其他材料呢，仲有現成酥皮一片、急凍嘅蝦仁同埋蜆肉，其實你哋加自己喜愛嘅海鮮都得㗎，仲有雞蛋一隻。我呢一隻牌子嘅酥皮呢，佢一 pack 呢係有6片嘅，喺超級市場呢買返嚟呢，未用呢就即刻放返落冰箱啦。咁每次用幾多呢，就攞幾多出嚟做回溫。我今次呢就會整2碗嘅酥皮湯，咁所以呢，我就會攞一塊出嚟界半，用半片，咁另外嗰半片呢，我都會即刻放返入冰箱嘅。喺表面噴一噴油，陣間拎起就容易啲啦。將一半嘅酥皮再一開二，放一放室溫回溫。夏天天氣熱5分鐘之內都可以嘅，冬天就要耐少少時間。跟住我哋就可以將罐頭湯同埋海鮮加熱煮滾。焗任何嘅酥皮都要預先預熱焗爐220度5分鐘以上，如果唔係個酥皮就唔會脆噶啦。跟住就可以發一隻雞蛋啦，陣間就愛嚟掃上個酥皮面，等佢焗出嚟嘅效果就更加香脆啦。個海鮮湯加熱到咁上下我哋就落少少黑胡椒去調一調味。海鮮湯煮滾咗之後就預備2個焗碗，首先放入海鮮，跟住先至再倒湯，湯就倒到8分滿就可以啦。將回咗溫嘅酥皮放上個碗，吸住佢，平均掃上蛋液。焗完嘅酥皮湯係非常之高溫，我建議大家再搵一隻碟擺上去先好上台。加咗蛋液焗嘅酥皮焗出嚟特別有光澤。酥皮焗得非常之香脆，外脆內軟，每一啖都食到酥皮同埋海鮮，我唔客氣啦。希望大家都鍾意，拜拜。